澳門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舉行反對入聯公投座談會，與會者指台灣總統陳水扁提出入聯公投並冇實際目的同後果，擔心係公投擾亂大選嘅把戲。黃卓星報導。澳門地區和統會舉行反對入聯公投促進兩岸和平發展座談會，出席嘅台灣新黨主席郁慕明話，陳水扁當局提出嘅入聯公投並冇實質嘅目的同效果，擔心呢一個係公投亂大選嘅把戲，實際上係要破壞將會喺3月22號舉行嘅台灣領導人選舉。多位澳門和統會成員喺座談會上先後發言，表明反對入聯公投、反對台獨嘅立場。澳門和統會會長劉偉良話，推行入聯公投嘅人係完全唔顧台灣人民嘅利益，並會為兩岸關係推向危險嘅邊緣。澳門長期作為溝通海峽兩岸的這個特殊平台，在此關鍵的時刻，我們也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要充分的認識入聯公投的這個巨大的危害性，並要盡一切的努力向台灣同胞揭露這個陳水扁推行入聯公投的險惡的用心。而主席崔世昌亦都話，現時台灣仍然有一小撮人阻礙兩岸關係嘅前進，喺法理台獨嘅路上越走越遠。台灣應該借鏡澳門成功落實一國兩制嘅好例子，唔好再製造事端。澳門電視台記者黃彩晶報道。